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 Veronica 藍藍，今日嚟到元朗300萬買到啲乜系列，我哋今日會拍幾間300萬嘅樓俾大家睇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就快啲揾我啦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去片 Go Go！ 一入門口位置，業主呢做咗個裝修，咁啊換晒地板啊！廚房呢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嘅設計。光猛，上面會有個乾衣機，浴室位全部咧轉晒做呢個雲石面，都好光猛，好乾淨。客飯廳位置，呢啲應該都係拉得出嚟嘅台嚟嘅。都好方便使用，隱藏咗啲家具。客廳位，第一間睡房啦，業主喺呢度揀咗個睡房，係一個趟門嚟嘅。做咗個隱形牆嘅，閂咗之後呢，係完全睇唔到嘅。睡房位置乾淨企理啦。咁呢度仲有個衣櫃嘅，收納空間咁咧十足嘅。呢個地台床都係。睇多次個廳，好整潔啊呢間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快啲揾我啦！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